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極致研究所，我係 Minnie。咁2026年嘅7月31號，美軍度假勝地大衛營就發生在一單震撼咗全球金融界嘅泄密事件，就係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嘅一本筆記簿就俾鏡記者影到，上面清清楚楚寫住購買價值50億至100億美元嘅日元。呢一行字引爆咗自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嚟足足隔咗28年，美國第一次親自落場去救日元。咁美日韓三國喺短短3日之內就狂抌咗超過600億嘅美元，夾硬就將日元由164呢一個40年嘅新低拉翻去156嘅水平。咁究竟美帝今次點解要咁急？咁背後到底隱藏咗啲乜嘢深層嘅恐懼？咁呢一場匯率大戰又點引爆黃金衝上6000美元嘅終極密碼？今集極致研究所 Minnie 帶大家拆解呢一場帝國金融保衛戰。咁話說喺7月30號，日元對美元就跌到落去163蚊9毫9，咁創咗40年嘅新低。日本政府單日就狂拋8.45萬億日元入市，點知市場根本唔埋單，直到美國財長貝森特將刻意曝光嘅照片出街，再配合美方已經連環3拳，就叫話日元被嚴重低估，證實咗美方已經做咗匯率檢查兼實質嘅入場，仲放話有需要會持續去干預。美方今次仲好狡猾，佢哋罕有地經賣歐元買日元呢個通道操作，既可以撐日元，又唔會因為增加美元供應而重創美元指數。呢一招真係算到盡。我哋回顧過去41年，美日兩國只有喺帝國或者係金融體系瀕臨失控嘅關鍵時刻，先會出現5次重大嘅匯率協調。1985年嘅廣場協議，G5 聯手就拋美元買日元，令到日元咧就升值1倍。日本為咗救衰退而狂減息，最終咧就釀成咗資產泡沫同失去嘅30年。咁1998年嘅亞洲金融風暴，索羅斯就橫掃東南亞，日元跌穿140，美國就動用咗外匯基金同日本聯手買日元，先至制止咗亞洲嘅崩盤。咁2011年嘅311大地震，震後資金回落，令到日元暴升。咁 G7 就聯手拋售日元去保護日本出口。2011年嘅債務危機，日元衝上咗歷史新高，日本單日就拋售8萬億日元，西方各國係默許。2026年嘅7月就係今次，美日韓聯手干預，美方仲親自落場出手。以前日本單邊干預，西方多數只係默許。咁今次美國點解要親自跳落水？因為華爾街背後有3層深層恐懼。第一層恐懼就係驚美債被狂拋。日本係美債最大嘅海外持有國，如果日本獨自救匯，唯一嘅提款機就係拋售外匯儲備入面嘅美債。咁當時美債收益率已經創咗次貸危機以嚟嘅新高，咁美國財政赤字又高企。如果日本大規模減持美債，美國嘅政府借貸成本就會瞬間暴升，接就炸裂咗美財政。咁第二層恐懼就係驚套利交易清算毀滅咗 AI 帝國。咁全球資金長期借低息嘅日元，轉手就投落去美國嘅科技股同埋 AI 嘅產業鏈。日元一旦急升，套利者就要不計成本咁拋售美股變現。美型策略師稱，今次係 AI 時代嘅價格維持操作。如果日韓金融出事，呢一課會直接燒翻去落去華爾街同埋納斯達克。咁第3層嘅恐懼就係全球353萬億美債務體系嘅信用裂痕。咁截至2026年嘅第一季，全球債務高達353萬億嘅美元，係全球 GDP 嘅3倍以上。政府債務佔比仲創埋31%嘅歷史紀錄。美日要用到大衛營泄密同埋匯率檢查呢一啲非常規手段，就講明咗紙幣體系嘅信任正喺度俾龐大嘅債務一步一步咁咬碎。喺呢一場匯率大戲入面，黃金扮演咗短期受害者同埋長期終極贏家嘅雙重角色。短期受害者，
日元急升，引發咗套利交易去槓桿，對沖基金面對追保證金，被逼無差別拋售流動性最好、賺得最多嘅黃金嚟到變現，再加上高利率環境，唔生息嘅黃金短線就自然會受壓。咁對於長期，等於係終極贏家。央行工具箱就見底啦，干預同口頭恐懼顯示出傳統貨幣政策嘅極限。全球央行已經連續多年每一年買入約1000噸嘅黃金。2026年嘅首季，全球央行淨買金依然係高達244噸。去美元化同去制裁化，西方將金融財武器化之後，新興市場央行就加速將外匯儲備轉移落去無法被凍結、唔屬於任何國家負債嘅實體黃金。咁貨幣貶值定價，黃金相對於銅嘅比價持續攀升。反映推升金價嘅主因根本唔係工業嘅需求，而係大家對法幣貶值嘅極度恐懼。外資機構就預測2026年嘅黃金目標價係4000至4500美元。咁如果美聯儲被逼轉鴿或者係地緣政治失控，喺極端嘅環境下，黃金長期絕對具備衝擊去6000美元嘅價值。1985年嘅干預背後係美國嘅霸氣同埋日本嘅無奈，但係2026年嘅干預背後就係美國嘅恐懼同埋日本嘅絕望。當紙造嘅信用體系開始燃燒嘅時候，唯有唔屬於任何人資負債嘅實體黃金，先係真正能夠受得起考驗嘅資產。你覺得日元仲會唔會繼續跌？金價又幾時會衝上去6000美元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俾我知。如果你中意今集嘅深度拆解，咁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。